这是咱时间已经到，请咱预备咱的心做今仔日的敬拜。咱将咱的手机关起来，还是关伫静音的所在，请走吧。你甲我着学了耶和华最大，三甲尊伊的名最悬。我要求耶和华，伊就应我，救我脱离我一切通惊的事。恁夜头看伊，就得到光明，因的面永远袂见笑。这是咱三甲来唱圣诗，圣诗第214，圣诗第214。万般的主，至圣主，万般的主，至圣主。
圣经来食做咱信仰的告别。我是上帝，专门创造天地的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的子仔，咱主以对圣神投胎，对在生活玛利亚的子，以温柔的高人来守护，定是第四爱做老鹦鹉，第三日对圣中国上天，加一个全面的上帝大名。要对我过来审判别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中华教会圣和上通，罪赦免，肉体倒活，永远的活命。阿门。非常请坐。这是我的启文第7篇，启文第7篇，暂时也是诗篇第19篇。天宣布上帝荣耀，对即日到迄日讲话，无言无语，因的声音传到全世界。日头亲像新娘对东方出来，对天的这边出来，射到迄边。上主的律法完全，上主的命令可靠，上主的诫命公正。上主的教示纯洁，敬畏上主着纯真，永远无改变。比金比真济纯金较贵重。律法互你的仆人得到警戒。啥人会知家己的错误？求你保守你的仆人，互伊袂故意犯罪。我就诚做无通指责的人。愿我嘴所讲的合你的旨意。这是咱三个来同心祈祷。万阮天父的阿爸，要上帝我满心感谢阿罗你，通过你圣的日，互阮会当搁三个自由到伫你圣殿敬拜服侍，要通过你的话语对阮的启示甲帮赞，愿你圣神甲阮三个治。阮也要为着阮的教会多无一事项，互阮的正兄弟姊妹同一同心合意，互阮的教会徛伫日头园，要诚做光塔照亮一迷信的人。也通过阮的牧者会带领进入社区来调和一事项，诚做光，诚做阳，引带搁较侪人来认捌你。通过阮的团契小组，日日兴旺，家庭人参与伫遐，要来诚做教会帮手，结出一美好的果子。有主你的看顾，有主你的带领，愿你赐福或者首长干部温上加温，力上加力，伫每一人的家庭、因的事业、因的工作，以及因的心灵拢得健全。主啊，阮也要为着白城身躯的基体，愿你伸出圣的手，以及医生的医治，互遐无伫共款白城身躯兄弟，会当一直得到医治，早一天搁恢复因的健康，回转到因的家庭，以及阮的教会三个来过来敬拜服侍伫你的中间。看阮若看见失丧的兄弟，愿主你伸出圣安慰因；看见软正软弱的，愿主你坚固因，互因刚强壮胆伫众人的面前，要来诚做美好的见证。主啊，今仔日是国外节第7主日，你也是玉山新学院奉献主日，你受派你的罗布、李牧师到伫我的中间来传讲你的信息，通过伊的话语对我的启示甲帮赞，也毋只是讲的、听的，白白得到利益。愿你圣神看顾伫阮今仔日这个会场对头到尾，愿咱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这是咱三个来看去上帝话记载伫圣经。哥林多后书第3章第70到18节，哥林多后书第3章第70到18节，大家来听上帝话。当得到4个积分，用字刻伫招来，也且有阳光得到以色列人为注目，看摩西的面。是为着伊的面的阳光，即个阳光是渐渐衰退的。何讲神灵的积分，敢无搁较有阳光吗？因为定罪的积分，既然阳光，就得到义的积分，伊的阳光搁较充满。因为前所受阳光的，为着即个较大阳光就无阳光，因为衰退的若有阳光。就迄个久长点伫伊个靠阳光，阮既然有即号的愿望，所以真好胆来讲，无亲像摩西所配的答，伫伊的面，互伊以色列袂得到通注目，看到迄个衰退的结局。若是因的心变硬。到今仔日，因读有约的时，迄个配犹原点伫因无现开，即个配对基督就废去。若是今仔日，无论啥物时，因读摩西的册，配犹久搭伫因的心，独到无论啥物时，因归往主。皮就除去，打主就是迄个神，主的神，伫迄位就自由。咱众人的面搭伫皮，亲像行倒石，主的阳光拢变化做伊的像，对阳光到阳光，亲像对主就是神安尼。愿上帝祝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这是咱的赞美。请小歌队以赞美的歌宝贵时代，宝贵时代。
要正道咱遮李定义牧师伊的讲道篇，你有主的阳光，你有主的阳光。将同心来祈祷，万军的耶和华上帝，阮感谢你，你对逐所在交一晚来到伫你的圣殿，伫这神圣的空间甲时间内面，我要看见上帝你的阳光，你要开阮的心，开阮的耳，会当互阮来领受你话命真理的话，因为伫你的话内面，阮得到快乐。你的五万，你的信心。我们将下面的时间交托上帝你的圣手，愿你引带甲保守看顾。献上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圣尊名，阿门。陈牧师列为中职，希望大家平安。非常欢喜通过上帝引带，会当互我对昨非常侪人去坐火车的中间。会当平安来到伫桃园，来到伫咱教会。毋知咱兄弟姊妹有偌济人捌去过玉山新人院的，请你举一个手会好无？去过？无超过一半，多谢。我的故乡伫高雄，每一届也转去到高雄，拢有兄弟姊妹伫关心我要安怎转去到华。拢讲你到迄坐纵远的火车吼。转去到花莲来，阁爬遐尼悬的山吼，转去到校。我讲无呢，阮校无介悬。伊讲恁校毋少玉山新人院，玉山3000几公尺悬啊！我讲无，阮校就是花莲足水的鲤鱼头的边仔山坡非常水。欢迎咱兄弟姊妹有机会会当来看。因为每一年你为着阮奉献、关心、祈祷，总是有机会来看即间新学院，来看遮个老师有认真去教册无，看学生有认真去读册无。即马官方所认定的原住民，互大家有几组？原住民16组对。即马官方所认定，但是佫继续继续。即马伫玉山新人院嘛有汉族学生，嘛有讲客家话的学生，所以你也想到伫台湾会当想到的族群，拢会当伫玉山新人院会当看到遐学生，尤其是伫南苏、南屿、上迄族什么族？达悟族达悟族嘛有学生伫阮的校。所以有机会会当来看，一间学校将近160几个学生中间，拢有逐个族群。即马是咱台湾顶了教会有500几间的原住民教会，总是伫即几年有一批原住民的传教者，因为年岁关系，拢爱退休。虽然阮有100外个学生，总是阁无够。新人院亲像足侪机构，拢会来伫教会你募款，但是新人院足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你募人，你培养传教者，就是要安怎来针对上帝的工人，会当伫个教会服侍、牧养、传福音。所以，请兄弟姊妹来关心这项事。最近几礼拜，我拢有机会会使帮一寡学生写推荐的批。亲像保罗你讲，咱好亲像一张推荐批共款。当我写推荐批咧介绍迄学生的时阵，我毋是写即个学生原来落，也是生做啥物款，我是去写即个学生的个性安怎，伊待人处事的态度安怎，伊的灵性是毋是有成熟？所以我拢足深入地描述。就是讲，说明即个学生伊的个性、伊的信仰，我毋是讲伊的外表，但是咱的人拢足注意的，咱拢足注意去别人安怎看我的外表。举一个，就是讲你也足久无看到你的朋友，拄到你的朋友，你的朋友甲你讲，哎哟，你最近哪会变安尼肥？
才变你乌，变甲老，哇！你听了，你当伊第一项代志拢安怎？只会伫行吼，你看你是毋是变甲老变甲肥吼？咱拢足底，咱的外表生做啥物款？但是上帝是你看人的外表，是看人的内心。上帝你看咱人的内心，上帝是看人内心的上帝。所以保罗吼，伊是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前书足侪所在，伊咧讲强事。伊咧讲，咱的活命必须爱甲基督连结，与基督连结吼。讲你啊，甲你的活命甲基督连结，你的活命会更新，会诚对无共款的啦。所以保罗伊咧提醒哥林多教会遐有一群人，迄群人是本来因是一个犹太教徒，就是讲因是犹太人，因的身份当时就是读传统守律法的犹太人。保罗讲，即群遮以前守律法的犹太人，即马诚做基督徒，总是因有一个足大的问题，足重要，互因受到影响的一个困扰，就是因遮守律法的犹太教徒。因过去，互摩西通过石板的10条诫，因伫遐来遵守，遐个10条诫诚对因足重要，不论伫敬拜上帝，也是伦理道德方面的一个准则，一个遵守哦。毋过哦，遮个犹太的基督徒，因为遵守律法的关系。却袂记哩耶稣基督，互伊拖来，互因的救恩甲恩典，要将因的性命记到头后。因为信心要改变伊，互因成做一个有真理、有自由的基督徒。保罗咧提醒讲，即群的犹太教的基督徒，因的问题就是讲，过去当摩西将10条诫律法传互因的时阵，摩西的面有上帝阳光，总是遮犹太人无法度看见摩西面的阳光，因为既然看到的人来安怎来死，所以伫个中央必须爱有一个皮，就是讲一条布，一块布，爱甲打掉的。或者犹太人毋通看见摩西面上上帝阳光，要保护遮个人。总是保罗咧讲，其实即个皮、即条布、即块布，伊打掉的原因是安怎？是因为咱人有罪，因为罪的缘故，所以致使到咱无法度抬头看上帝阳光。无法度，互咱人甲神圣的上帝相对。进一步，保罗讲感谢主，因为主耶稣伊诚做救赎的恩典，伊将咱对罪中间，互咱得到头后，通过伊的宝血洗清咱。所以今仔日，耶稣基督已经伸手将即个皮、即条布。摕掉，互咱会当抬头，是足自由的人，会当看见上帝的阳光。所以保罗讲，现行，互咱的活命无抵到个犯罪。律法无法度互咱得到圆满，总是现行要改变咱，互咱伫恩典中间会当得到圆满，会当互咱伫无活命的律法中间会当得到活命。保罗毋是讲叫咱放弃律法，毋是，咱有缘爱遵守律法，遵守诫命，但是咱要即个第项正事，就是咱得到头报，咱得到更新有上帝阳光的人。总是亲爱的姊妹，咱要来问咱家己，咱行对基督徒非常久，总是
咱是毋是共款？伫咱的生命中间有一个癖，阻止咱看见上帝的恩光，真像迄早遐犹太基督徒同款。真诶，伫咱的活命有足侪层面有遮个问题。伫我的家庭中间，可能我是一个个性无好的人，所以致使到我的家庭安尼纷纷乱乱，冲突不断。有时阵，伫社会中间有无公义的事，我点点无出声，感觉迄甲我无关系。伫教会内面，我无法度人同工，因为我有足侪意见，我有足侪想法看法，别人也甲我无同款，我就无爱甲人做伙。当我真做一个基督徒的时阵，我甲主讲：主啊，互我做一个安稳的基督徒就好，莫有足侪装备、训练要求。有时阵一寡服侍，互别人去做就好。亲爱的姊妹，有时阵我可能嘛是一个无顺服的人，明明上帝在叫我行这条路，我就无爱听上帝的声。我要行对一个无顺服的人，咱来想，咱是毋是有足侪癖、足侪步，伫咱的生命中间，伫影响咱，无法度看见上帝的眼光。所以保罗讲，当咱无法度看见上帝眼光的时阵，上时咱的身躯、咱的生命就无法度发出光。无法度来领受对上帝来荣耀甲恩典。过去有一段时间，我伫关心一个姊妹，伊是一个无道友。因为我是新人，伊教册，我无误会，所以我就介绍去另外一间教会做礼拜。一段时间了后，我伫关心，我就讲爱甲看卖啊，敲电话甲问看卖啊，即个姊妹伊最近安怎？我某某姊妹你最近真安怎？你有去做礼拜无？伊甲我讲牧师，我已经一段时间无去教会做礼拜。我讲是安怎？你哪无去？伊讲牧师，你知影吼？我拢无啥快乐吼，我拢有时阵会忧郁吼。我去迄间教会做礼拜几届，我拢发现讲，迄间教会遐姊妹吼，比我较无快乐，较忧郁。我听着哇！无安尼，我甲你介绍去另外一间教会。所以吼，圣经咧讲，你着爱细腻，细腻你生命，你活命内面是光也是黑暗。当一个无道友，当一个兄姊妹新来到咱的教会，伊首先就是要感受咱，感受咱的兄姊妹，恁的活命是毋是有光？当伊也来到这个所在，无法度感受到光的时阵，伊马上就有一个想法：我踮这间教会，我嘛无法度领受着。所以圣经咧提醒咱，你是毋是互迄惊是讲贪婪、欲望、无顺服，也是你的个性、固执，足侪问题，致使到你活命内面会光愈来愈暗，愈来愈暗。所以有时阵咱咧讲，伫咱台湾这个社会、这个世代，要成做一个有光的基督徒，是一个足无简单的代志，真诶足无简单。因为伫咱的社会，咱这个世代充满了足侪物件，就是拢爱甲人比。读册、学业爱比人较好，做事业你的业绩爱比人较好，你的薪水趁钱爱比人较侪，厝爱比人较水较大间。好亲像伫咱的社会，咱的这个世代，拢爱甲人比赛，爱甲人竞争。还佫有动无？
重。老实讲，咱拢是一个无健康的人，拢是一个有压力破病的人。老实讲，咱拢无希望。但是感谢主，主耶稣讲伊来，毋是为着健康的人，是为着遐艰苦破病的人。咱拢是一个无健康、艰苦的人，但是主耶稣讲伊来要甲你、甲我做伙，为着你甲我。所以主耶稣讲，恁来诚做世上的光，即个光是一个记号。英国的西洋学家马歇尔讲，即个光就是你的生命中间有互人会当欣赏的所在，欣慕的所在，吸引人的所在。咱台湾基督教会最近咧推动讲一领印，就是讲一个人带一个人信主。其实这个运动最重要的精神是讲，我的生活，我的活命，会当互人来羡慕，会当互人好奇吸引人。一个人就是看到你讲，这个基督徒哪会甲人无共款？这个基督徒伊的性命哪会遐尔水，遐尔好？伊就受到吸引、羡慕，甚至好奇，要听你安怎来介绍。所以可能有兄弟讲，老师你讲遐尔济，请你甲我讲，我要安怎行做迄个光？首先，你来对你的伴侣、你的太太、你的夫人人、你的先生、你的翁婿，互伊先感受你的好。即款的好是因为伊会当感受你对伊的疼痛，迄种疼痛的付出。伊会当感受你无甲伊比较，你对伊事事宽容、疼惜。你会当互你的同事感受你的好，你的同事感觉甲你做伙做代志，你是一个负责的人，你是一个会当伫独个问题困难中间会当甲伊做伙同工，伫遐解决。你会当互你的上下感受你的好，互你的新劳也是你的上下感受你的好。像伊讲我的顶司，我的头家，伊会当体谅我。发生问题的时阵，伊会当担当我的问题，我的过失。你要安怎互你的事实，互你的囡仔感受你的好？就是你愿意来陪伴伊大，当伊伫遐你找无路，也是伫遐你搞怪时，你愿意伫遐甲指导、甲引导。即个世代，咱常常拢毋茫改变吧，总是一件事，咱要求上帝先改变咱，会当互咱身躯边的人先感受咱的好，咱就是迄个光。咱就是迄个光，即个所在有光无？礼拜两，要互即个所在行做黑暗，足简单，就是咱什么人、什么代志拢毋免做。当咱人拢无付出、毋免做代志的时阵，即个所在就变做黑暗。若要互即个所在行做光，咱每一个人爱付出。爱奉献，爱牺牲。你若无愿意奉献，无愿意付出牺牲，就无可能有光，就是黑暗尔。当我伫新航医咧教册15年久，去到湾住面的即个新航医，我是一个汉族的老师。我常常甲遐学生骗讲我是布农族吼，有论。伊讲老师你拢无信，我甲遮学生做伙。我足快乐，
我对因的心情学习足侪代志，学习因的单纯甲认真。因常常咧甲我讲，老师，我以前伫山顶伫部落，阮的英文毋是学到介好势，我们的英文不太好，因为阮的英文的老师拢是代课老师，代课的老师，大家知影什么叫代课老师无？就是安尼临时来然后就定得走。我甲因讲，免担心。是人伊有足好的英文老师，会当对基础慢慢教你。当恁若愿意，恁会当对上基本的安尼学起来。当我看到伊经过4年，经过7年，伫上帝所设立的会员，就是阮咧讲玉山神人伊好亲像上帝的会员，因好亲像伫遐受培育，伫遐受验，真做一对足水的花，会飞会蝴蝶。我看到我非常欢喜，因为因伫遐信仰，伫遐成熟，看到因伫遐愈来愈有自信。我会记得几年久，我去指导一个论文的学生，伊是泰雅族台岸的一个查某囡仔。伊甲我讲，老师，你敢知？过去我的家庭是啥物款的家庭？当我看到一个足清秀的一个查某囡仔时，我都想象很难想象，伊的原生家庭是啥物款的家庭。伊甲我讲，老师，我对细汉，阮兜就是拢酒瓶、酒干啊。我倒去厝，阮兜就是吵吵闹闹，爸爸妈妈拢啉酒醉才相拍。阮兜非常的臭，迄种臭酒味、臭酒味，我拢毋敢转去。到有一日，迄个部落教会的牧师甲牧师娘，甲讲来教会。游园嘛是共款，你招一寡共款背景遮的囡仔拢来到你教会。牧师就请较大汉的囡仔，甲因指导写功课。到暗顿，牧师娘就做便，互遮囡仔食饱，然后互因伫遐洗身躯洗了，到暗甲放因顿。我要问咱兄弟，为什么到暗甲放因顿？到了很晚才放他们回去，因为醉了拍了拢去困啊。这囡仔等于较安全，真诶，较安全。这学生甲我讲，老师，我的国小、国中，就是安尼过。伊是到高中，伊搁出去外口读册，到我都离开家庭。伊讲伊外口读册的时阵，伊伫高中的时阵，伊决定听书，就是伊高中毕业要读神学。伊讲伊伫神学中间，伊要来受装备，然后以后要亲像伊的牧师娘共款，付出、牺牲，将因的家庭开放，接纳一群需要的小朋友。后来，伊毕业伊的论文写非常的好，足优秀。我看到伊去部会了，真正就亲像伊所讲的，伊伫遐付出，伫伊的部落中间。所以很姊妹，若无有人付出牺牲，你着想看，即群囡仔因大汉了后。因会变成做什么款的人？所以，亲爱的姊妹，神学教育就是要改变人，要装备人，针对上帝萝卜甲器具，会当互伊嘛针对上帝光
你引传坐伫遐姊妹，大家组织起来。总是可能有兄弟咧我讲，啊，牧师你讲的足好，总是吼，我已经老啊，我无啥根啊。牧师，我身躯足侪病痛的，你叫迄较健康的人吼，去发根好。牧师，我无啥物好多，后面讲话，你叫别人去付出就好。几年前我伫美国咧读册时阵，旧金山是人，迄当时读册非常的辛苦。礼拜六、礼拜日若休困，就去转去到台湾人的教会伫遐聚会。以前教会牧师就邀请我，甲伊斗相共教成人主日学。哇！礼拜日成人主日学吼，拢介侪人来参加。我会记得，坐伫头前。上头前有一位老姊妹，我看伊年岁吼，应该是80几岁。后来我才知影伊已经要90岁。你像一个要将近90岁的一个老姊妹坐头前，无拄久，哇！你微微啊笑，做笔记，写笔记哦。我咧上课吼，上惊的就是安怎？拄久啦，也是无人注意听。我上课了，看即个微微啊笑，安尼足专心。即个阿嬷，甲我讲，牧师多谢你的分享。哇！你敢知影你安尼得到足大的鼓励？安慰。一礼拜、两礼拜、第三礼拜，我挡袂着啊！我就去问因教的牧师讲，即个老姊妹吼，无共款呢，到底是啥物人？牧师甲我讲，你毋知伊啥物人吗？我讲我毋知啊。我讲看起来像咧是个足普通的阿嬷。伊讲伊是贾伟牧师娘，贾伟牧师的太太，谢伟牧师娘。谢伟牧师是谁？贾伟牧师。其实我到高中的时候，我较知影伊这个人，因为伊过身足久。伫去年，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去纪念伊100岁生日，100岁，伊已经过身到要50年啊。一个已经过身本来10年的人，是安怎讲？去年甲到即马，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搁去纪念伊。即个谢伟牧师，即个教会牧师，伊是足早以前伫埔里基督教病院，搁伫梨林基督教病院。伫遐走动，伫遐为着做送香，遐病人伫遐看病。伊毋若是一个医生，伊阁是一个牧师。到有一日透早，安尼足辛苦的看病看到中昼，食饭饱，鞋穿的，安尼就要出门。牧师娘讲，你毋过休困一下，你下早仔较无闲了呢。伊讲袂使，伊也阁加休困，伊的病人会加艰苦，加艰苦，所以就讲伊要到早出，车开了出。结果无偌久，就发生代志，伊拄久出车，现场就伫遐过身。要甲各位讲，伊过身的迄阵时，佫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理长，一个医生，一个牧师，佫是一个总会理长。我想讲，我到高中较熟悉，因为一日阮去参加一个灵修会，伫台南新人院。迄个老师带阮去看一寡教会历史的文物，就是教会历史的一些文物。你要怎看吼？甲阮介绍讲，即条裤有一条西装裤，西装裤就是谢伟牧师出车祸的时候所穿的。
就是讲教育牧师出车的时阵穿迄条西装裤，就是迄条。安尼讲的时阵，恁会注意看，恁想要看哪个？看是毋是有灰对不对？有没有血啊？我记得迄个林信坚牧师吼，林信坚牧师就是教会历史非常有名的牧师。伊讲我毋是叫恁看这啦，我是叫恁看吼，这条裤的卡层配啦，臀部那个裤子的臀部，这个看啊，伊卡层配这个裤是经过补过。补丁啊！林信坚牧师甲阮讲，甲阮遮的高中生讲，一个医生，一个牧师，一个总会议长，伊出车祸过身所穿的裤，骹上配是经过补过。哇！所以这项代志影响我以后要服侍迄种精神，我感觉讲人就会当安尼做。甲我伫美国旧金山，当迄个教育牧师讲，坐伫头前伫鼓励我，遐尼认真，即个寡妇，守寡本来10年的寡妇，就是教会牧师呢。你甲想讲我迄当时的心是安怎？亲爱的姊妹。一个寡妇的活命，伊的生命应该是安怎？互人感觉是一个可怜、悲伤、无远望，总是一个将近90几岁的老阿嬷。伊有缘伫遐会当感，你会当感受伊生命有上帝的荣光。所以毋通看你家己。无法度，当你掠头伫暗暝，你所看到的星的光伫暗暝中间，虽然遐尼微细，但是伊有法度安怎引带你，互咱有方向，会当互咱有愿望，互咱愿意来欣赏。所以兄弟姊妹，你甲我每一个人。伫基督内面，拢有主的荣光。咱三个祈祷，至善的主，阮感谢你。阮有欠亏，阮有软正，阮有无够，总是主，你有缘坚固我，你疼我，你要通过你活命真理的话来激励我。通过你的圣神，搁一遍引带阮，会当互阮即个改变，互阮即个上帝你的荣光，会当互阮成做一个自由、得到讨饭的人。主啊，阮感谢你，阮是遐尼有福分的人，也因为安尼，要互别人看起阮是基督徒，要互别人来羡慕，要互别人愿意来跟对你。主啊，求你帮助阮。帮助阮的教会，成做一个听有助力荣光的团体；帮助阮的兄弟姊妹结连做伙，会当成做世上的光、世上的耀。我来感谢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圣主名。阿门。184首，圣诗第184首，上帝疼痛哪会遐大？
遮济是来方便。咱遮所以年技术甲理政的技术。这是我的报告进前，咱来读今仔日的经文，捌读一届，咱三届来读。家主就是迄个神，主的神伫迄位就自由。哥林多后书3章17节，请。咱现开真过，第一页，咱看郑州聚会，已经5月份，一周的中日，则咱家己来看。佮周间团契的聚会，咱家己来看。已经教育课程。咱一直经过刊登有主课程的介绍，请参考报告栏。家庭小组的聚会，咱教伫各家庭小组伫遐来参与。小组内底的事项，咱家己来看。伫方言的明细顶面，若是无清楚，咱会当找中级来更正。这是咱县委第7页消息的报告。本主日是
是为着玉山新人院奉献主日，欢迎李定明牧师到日本会请安分享，请兄弟为着这个事工关心甲代祷，甲服务。咱多谢玉山新人院李牧师。第二，传着部会议伫中昼12:30分，伫7个月会议室召开，请部员出席参会。出席人员：永生圣约陈金志牧师、赖金稳传道、郭传龙长老、余志平长老、简成执事、林家豪执事、周贤龙执事、吴文书执事、吴志辉执事、刘文洲执事、李碧谦执事、肖树和执事、李富祥执事。下主日6月初4是圣神降临节，6月份伫8月中日长老陈祖德执事张春莲执事甲陈秋实执事，请兄弟留意服侍。第1甲第2场礼拜举行圣礼典，圣餐时请兄弟备办心。第4项举行6月份的庆生会，咱后礼拜要举行，咱家己来看。财务部伫中昼12点伫6楼办公室召开，请部员出席参会。教会消息：第1项下几下楼升换营，欢迎到1楼守卫室甲6楼办公室来索取招生的简章。对今仔日开始到6月25早起。7月正式实施第8区新的8区教会小组聚会，请各区由伫区长建立分级来邀请会友加入，以伫小组事工的事实传递。教会小组统一名称如下：第1就是清溪小组，第1区清溪小组，第2区大有小组，第3区中正小组，第4区管府小组，第5区中山小组，第6区义文小组，第7区山阳小组，第8区桃园小组。第3，马马合唱团音乐分享发表会伫5月28，伫今仔日下晡2点，要伫咱4楼礼拜堂来举办，欢迎一同来欣赏。教育部第5期的社区会议班伫6月20要开始，每周拜六的上午10点到11点半，伫705教室来上课。欢迎兄弟甲福音的朋友报名，30人名额。人到为止，报名请后简成执事，也是郑义彤干事。5月28到29日，咱桃园教会中日退休会，时间是下晡的3点50分。咱伫1楼的集合，4点咱要搭乘游览车出发。今仔日要伫遐的退休会题目是属灵的领袖。今仔这个节音乐会邀请队友一同参加平安音乐会。详细伫1楼甲4楼公布啦。8月26暗时6点7点半，暗时7点半7点开放一场，地点伫桃园的展览中心。演出的单位由陆维道老师带领120个人合唱团、雅国合唱团、2个新男神乡音音乐声点新同学唱团，咱需要小小身份区的小组，也是要我礼拜方式来索取，由伫区的组长也是儿童干事来缴费报名，每一张100块，也为着这回本次演出费用来方面。教大消息，北大妇女联谊会伫6月20到22，地点是香格里拉东山河的度假饭店，报名费自纯的4000块，有4人房的5月28，到今仔日早起报名。以上我来补充报告。会员今仔日咱伫教会外面遮有会员通讯录，已经印好完成，一号一本为完结。伫
中日请领主拿色的会友，领主分两色，中一个大作，请毋免去领，主会后徛伫接待咱的接待室来登记领主就可以。我特别咱真感谢，今仔日咱有加菜，为着黄庄文李宴会，因今仔日要直接来加菜，互咱来享受，多谢因，多谢谢谢。咱即是要，以上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自从做牧师了后，我的名变做5个字。头我庆幸着讲敬称升了了吼，结果嘛是单敬一牧师。来，我直接来做介绍以及补充报告。今仔日真正真欢喜透过玉山圣学院的即个圣学报告，甲即个分享。是上帝会安排下面李定英牧师来到咱的中间，甲咱做真好的分享。毋茫透过今仔日的讲道分享，真正都引带咱倒一摆会倒来到圣经，就是上帝话，咱自我来检查，咱是有啥物款的阻挡，真做咱甲上帝之间的迄块布。毋茫咱会当每一个人性命来改变，发出上帝的荣光。真正咱倒一届用普仔声来代表咱教会欢迎以及感谢。咱嘛继续为着玉山圣学院圣学教育以及因的即个媒体的即个建设，为着因来带心仰戴倒甲关心。即只嘛要来介绍第一届来到咱中间的兄弟姊妹第一位。是李英明弟兄伫这后壁。一只来补充就是透过教会消息第3点到第4点不管是妈妈合唱团，也是讲即个话剧班其实咧拢是咱社区对外扩展的即个宣告的即个时间。尤其是今仔日下晡2点，有即个妈妈合唱团甲音乐分享的发表会，毋茫咱的兄弟姊妹做伙来参与、关心，互咱的社区的人，你来自咱的教会会感觉到咱对因的欢迎，甲即个注意。再来今仔日嘛是一件，互咱全教会通欢喜的代志。黄庄文甲李延辉因翁仔某有一个即个新生儿，上帝互因的产业。今仔日因回来到一教会，要真正来到上帝面头前来接受即个祝福。好，即个名仔名做黄宥嘉黄宥嘉。咱做伙起立，来，牧师来带咱做伙来为着宥嘉来祝福祈祷，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我感谢你，每一个囡仔对父母来讲，拢是因一生上重要、上荣光的产业。主上帝，我感谢你，赐予黄泉文兄弟李延辉姊妹因遮尔好的产业伫因的身躯顶。当今仔日一个囡仔来到你甲正人面头前，教会领受祝福，即条开始，伊就成做教会基督的肢体。我成做阮的一份子，对到了后，愿主上帝你的心帮助阮。看即个囡仔，若亲像家己的囡仔，相共款来关心、照顾，为伊祈祷。也愿主上帝你的心帮助全分兄、因为姊妹，以阮上帝的听甲圣经的信仰，来养持即个囡仔来长大成长，自主上帝你的听下面来大汉，
未来正做教会的帮站，伊毋忘投好阳光主上帝你的名，主上帝，阮担负爸囝信心的万名，三位一体上帝你的阳光甲稳定，全然来降临伫即个婴仔幼家的身躯顶，嘛降临一个家庭家族的身躯顶。原来的祈祷，阮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咱稍后来会众请坐。好，把做物件咱有熟悉无？有，咱先拍拍大家。宴会是咱早前拢一直是咱信华队的活塞啦，吼，曝光率也很高啦，咱把拍好啦，来啦，欢迎。来，还有个礼物的，一次拿出来。来，佑家哦，你可能知道是哪里冲下啦，吼，不给咱语文好，再来欢迎上帝新作啊，大对咱开始，黄佑家讲做咱每一个啦，会三日来每一个囡仔来关心教育，好，咱感谢上帝，咱做一个拍好啊。这是咱的上营395手，上营395手，志成天父，阮感谢你。祝福感谢你的老师。伫圣殿内咧办，阮正人要出去，开始阮逐人伫家庭、生活、学业、工作逐点会咧办。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爱、圣神的感动，甲咱正遐一姊妹三甲伫咧，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音乐乐队。请大法师来鼓扬平安礼。好，咱做起立，彼此握手来请安。